客家委員會反駁行業發展法無實質作為技術證，高雄市議會有行業質詢反映。有關也建議立法委員留地方面以代表批評政府推動行業無實質嘅作為一件事情，客家委員會今本日重新解釋客家委員會從之前客家基本法嘅修法到推動行業發展法律法，全部當選民運用各項嘅政策工具，留實質嘅措施推動客家語言文化發展，就是希望做得本行業重新轉到公共領域，營造行業使用環境，提升行業使用率。所以針對立法委員黃萬義講嘅政府規劃70隻嘅客家文化產業園區使用率唔好一件事情，客委會跳出來解釋，其實目前還沒有70隻客家文化產業園區嘅計劃。請由客委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轄下嘅台灣客家文化館留落對客家文化園區，也兩隻園區聽聽，也兩隻園區設立嘅目的係推廣留傳承客家文化，未透過平常時舉辦嘅多元主題展覽留活動，讓大家做得深入了解客家文化。客委會未公布台灣客家文化館從104年到111年，平均每整年去到園區嘅台灣客家文化館嘅人是差唔多有53000人啥。另外，六對客家文化園區平均每整年未有67000人啥去到園區參觀。另外，現任嘅高雄市議員王百里而副國家語言稱係包裝無實質意義嘅事情，客委會強調總統在英文上任之後，就承望推動客家基本法嘅修法，未記107年1月30日正式公告行業係國家語言。目前國家語言發展法未已經於108年1月初9公布施行，客委會講。因為客委會同意當選民推動行業重新轉到公共領域嘅原因，所以高雄市議會將做得有使用行業轉做公共事務語言嘅環境。大家未將做得喺高雄市議會當過，聽到黃百里議員用自家嘅母語講話，關心客家政策議題。最尾客委會強調，行政院於去年111年5月12日提出國家語言整體發展嘅方案，按算未第5年就投入超過新台頭300億元，希望共同提升台灣多元文化嘅發展，未進一步保障人民使用國家語言行業嘅權利，提升行業社群法律，促進行業喺公共領域嘅表現。